来看高雄屏东地区，今仔日过到了后，这风雨就哪来哪强。高雄林园的中分溪港口十级阵风，市府嘛传出讲是有2件这树啊倒落来去跌着人的意外，现在是干那轻伤。也那屏东恒春半岛是有所在淹水，山区迄边是累积300-400毫米的雨量，三地门公所中昼就赶紧强制撤离大厦部落的居民。卫星都坏掉了，相公水坏掉。山顶无信号，公所人员着急要敲电话联络村民撤离，因为对外边全力山崩甲无行路。山地门公所下令要强制撤离大厦部落的16位居民。13晚到消防人员用步链的方式来到部落，因为唔看到山崩地里，部落内底有几多间厝已经出现地基挖坑，崩落去山坎。就是台风的时候就已经崩了，可是没有那么严重，就是一直慢慢滑落。他昨天晚上才全部封下去。环旧法规定，因为现在已经划定了我们的这个警戒区，所以出入必须要通行证，没有通行证就必须要强制撤离。所以这次我们进行跟我们的乡亲呢，要把他们呢能够带回来。车会当过所在就坐车，等着崩山未当过所在就豆豆啊行。总算是伫风雨变大进前，安全撤离出来，要前往收容所休困。过到后，屏东风雨愈来愈惊人。恒春到下晡4点半已经落将近300毫米的雨。那市区的宽峡北路淹水，伫咧白沙地区也因为雨伤大，排水消透袂去，做水灾。第一届看到白沙做水灾啊！你甲看，淹发深着啊！洋流风台除了雨势惊人以外，因为行速度紧，过到后伫高雄海边就真正具助风台感受。高雄林园的中分溪港，中昼1点半就已经出现10级的阵风，气象署也针对高雄林园地区发布强风的警告。风哪头雨哪线，树威世界杯。高雄市区下晡就因为风伤透，伫凤山甲前金小线发生民众骑奥多摆去过路树地掉的意外，加在拢干那轻伤。高雄气象站表示，虽然风台中心下晡4点已经出海，不过风雨会持续影响南部县市到14早起，民众若无代志，就莫出门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柯秉成、柯家祖、柯朝阳、高雄屏东综合报道。